聖經羅馬書10章第1節，保羅話：弟兄們，我心裏所願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保羅係猶太人，係嘛？佢向外邦人傳福音，佢被神呼召作為外邦人嘅使徒，佢係好積極嘅，好努力嘅向外邦人傳福音。但係佢冇忘記佢自己嘅骨肉之親，就係佢嘅以色列人。佢所求嘅、所願嘅係要以色列人得救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冇為我哋嘅骨肉之親、我哋嘅家人、我哋嘅同胞、我哋嘅同鄉同族嚟到為佢哋嘅得救，叫佢得着福音、信耶穌嚟到祈禱呢？唔好灰心，唔好放棄，要不斷嘅為佢哋祈禱。你話我為佢哋祈咗都好耐啦，佢哋都唔信，唔好灰心。神有佢奇妙嘅恩典、奇妙嘅計劃。神動工嘅時候係非常奇妙嘅，不要灰心，為佢哋祈禱，希望佢哋能夠信耶穌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